因若伫咧高雄是有一个爸爸甲因太太长期咧照顾有精神疾病的后生，2当前伫咧厝内面发生冲突，就用电线甲即个囡仔吹死。老爸主张长期照顾囡仔的压力真大，情绪失控才会发生意外。1审、2审拢依照杀人罪甲判刑4档。最高法院即马嘛驳回上诉，专案确定。警消人员赶紧出动，一个自闭症的囡仔甲老母冤家，老爸甲伊按打，带去楼顶。不过伫过程中，又搁甲即个囡仔起冲突，老爸用充电线甲后生地死。这个家庭的悲剧发生伫2年外前，死因的老爸1、2审拢互依照杀人罪判刑4年。最高法院第2日驳回上诉，专案就处定案。当事人是主张他在行为当下他对于那个行为的一个辨识能力，会因为长期累积下来的压力造成影响。除了小时候从小开始，除了医疗上的照护安排就学期间又因为常常在学校惹了祸这个死因的老爸讲，照顾后生10多年，处理囡仔甲医疗照护、读册这问题，互伊感觉压力真大，伊阁继续得到忧郁症。一时情绪失去控制，失手甲后生地死，就算合议庭无采信认定有无杀人，不过伫案发了后，家己报案，构成自首的要件，也因为长期过度负担的情绪压力，强要爆发，才有杀人犯意。符合情节互人同情的规定，2摆得到减刑。我们要看还有没有再审的可能，我们要看还有没有这个可能要看等最高法院判决书到了可能我会找当事人。亲人的长期照顾引发的杀人的案件，国内不时发生。有部分的案件伫照顾多年了后，常常犯下违反社会伦理的杀害，造成这个悲剧。说穿还是长期照顾累积，他并没有受过专业的教育训练，或者是说他可能没有寻求社会支持的管道，都靠他自己过去的经验，不断的这样累积下来的话，有可能就会造成像这个事件上面所发生的。照顾失灵的厝内底人，压力是一直来，要安怎来排解？伊甸基金会指出，找长期照顾这机构来协助，互家己小可休困一下，也建议考取照护员的资格，应对疾病更加清楚，更加有同理心。记者综合报道。